饭店外的启程，今年亚钢丁行动的爸爸黄俊伟，先甲因老爸也纪念品摕上车，一袋搁一袋，有的是家己准备的，有的是朋友寄付的。这是鸡龟，这是飞机，这个有饼搁有一寡闪亮亮的物件。阮搁有准备像囡仔喜的扭蛋还是玩具毛巾娃娃。糖一定爱的嘛，红包，玩偶只要夹起来吼，囡仔个全部一窝蜂。物件上车时间差不多了，赶紧去叫查囝启程。你对拜好像比较。妈妈先简单帮妹妹拔头章，抹红日头拍上的面油，落楼甲出年的妈祖婆讲一声，就准备要开始规工的亚钢丁行程了。这嘛是透早3点外，其实为早起3点开始哦，108办演36天宫72地刷的亚钢丁的行动，就开始陆续西装打扮哦。大家看起来是拢真爱困眠哦，因为可能2点外就爱起床，也毋过等者准时6点，因就将亚钢丁哦开始示警来分享因的祝福。全世界上长上侪人108人的亚钢丁行动，是用抽口来决定每一个人要办的时阵。服装画面嘛拢有讲究，准备的时间真逼，所以同齐出动10个化妆师来化妆。甲小无共，然后就画无共款的妆。囡仔伊嘛是真辛苦啊，点外就拢爱起来爱到下暗7、8点，大家一直甲完成这个生命的任务啊。虽然即马少子化真严重，也毋过想要真做108亚钢丁的行动之一，嘛是真竞争。阮这个行动只要是公开阮的几乎拢是秒杀啦像今年就大概200外个人来参加，参加伊超过108个嘛，所以讲咱就用溜口的方式。对假白开始小人刷4天的示警，逐工早起6点上亚钢丁，爱到暗时7、8点才会当落亚钢丁。对行动佮家长来讲，拢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囡仔会忝，大人嘛足忝，因为大人拢爱随行，拢爱对咧行，其实大人嘛足忝。足忝，跳一档搁来。因为就是喜欢那种氛围。他国校4年级第一赛是客家人，爸爸讲伊坐过8届客家的亚钢丁，今年是头一届加入京东店的亚钢丁。客家是用光的，咖喱是用沙的，就好耍。你第几届来？第3届，亚糖啊，就特别。地方认为，真做亚钢丁的行动，会当得到保庇，佮会当互人祝福。看到细汉坐过3颗亚钢丁的后生，这妈妈带伊的查某囝来坐亚钢丁。黄俊义妈妈讲，这是一种互人真感动的传承。真欢喜啦！讲囡仔会当安尼传承，这算咱地方的大事嘛。因为囡仔愈来愈少嘛希望讲安尼继续一直落去安尼啊。小龙乡是台南嘉义地区3档1届的地方大代志，真侪人规家伙仔大大细细拢动员，做伙来斗闹热求平安，一代传一代，各代苦话来创造生活的记忆，这嘛是传统信仰文化迷人甲真重要的力量。记者戴淑君、王志光台南采访报道。